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仔咱要讲的主题是校园反毒。这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啥物。向这新村喜客人龙人西，为今日市府警察局所举办的反毒烤肉趴揭开序幕。跳脱以往比较较严肃的禁令宣导，这次特别以着轻松氛围来进行。现场市长王伟体其实甲大家做伙有奖征答，气氛是相当欢乐。第一题，偶尔使用摇头丸、K 他命、安非他命这些东西，偶尔用一下是不会上瘾的，你说对不对？拿那个戴帽子，对还是错？戴帽子的前面。毒品的人口越来越下降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从这个年轻人、从少年人、从大学、高中、国中一直拉到国小，我们都必须要去做宣导，希望能够让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不要在他人生在刚开始的时候就碰到毒品，就坠入毒品的深渊。这次活动都要透过趣味方式来宣导正确的观念，继续精彩表演以及行吧。就是因为现在毒品源头的年岁是越愈少年，所以这次宣导对象主要是以着青少年为主。也期待透过这个比较活泼的活动，会当引青少年的注意。除了法律的严厉制裁之外，也希望能够举办多种的活动，能够让这个我们的同学能够产生兴趣，进而这个能够把这些长辈的话听进去，这是很重要。要不然如果说让人家觉得老是老生常谈啦，老是这样的话，效果是不大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借着一些轻松的活动，烤肉啦，吃吃喝喝啊，然后能够让大家对毒品有所警觉。我们觉得其实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毒品造成一线危害，所以市府嘛开始将宣导的范围涵下到校园，就是因为因的人生才都要开始，无希望受到毒品影响，嘛期待借着市府甲民众做伙勇敢拒绝毒品，来进一步打造无毒的社区。记者陈怡瑜大内区采访报道。为着要来防止着这毒品吼，危害着咱的学生囡仔的健康吼，那么咱台南市政府呢将积极吼咧推动吼，希望讲透过咱民间的这个力量啊，包括像讲咱教育局啦吼，还是讲吼咱这公部门的一寡警察局啊吼，搁有咱的家长吼。另外就是讲社会一寡团体吼，来大家结合着这个力量来帮助咱的这个囡仔吼，互咱的囡仔呢会当健健康康吼，莫去受到这个毒品的这个危害。那么咱台南市政府吼努力的这个之下呢，其实呢咱这几档吼已经有真好的这个成绩吼，比如讲咱教育部吼有公布啦吼，伫108年吼，咱有一个防治学生的这个药物滥用这个当中呢，咱台南市就有7间的学校哦吼，得到真好的这个成绩吼，这是一个殊荣吼。这嘛是吼，即嘛目前啦，咱全国吼6都内底吼，也是讲咱全台湾的这个所有的学校内底吼，成绩上介好的一个吼城市啦吼。那么伫这个部分呢，咱当然啦吼，尤其是即嘛这个暑假吼，有的家长可能会烦恼啊，咱的囡仔吼，即嘛无伫学校内底读册，那么呢，有当时放假伫外口吼，有当时出去外口熟识一寡朋友，无意中吼，可能会去染毒啦，或者是讲甲有吸毒的人来接近。那么我咧想呢，咱的这个家长也真烦恼啦吼，希望讲呢，咱的囡仔吼，大家拢是健健康康吼，莫有这种的情形来发生吼。那么咱今仔特别邀请到咱台南市教育局的这个局长呢，郑兴辉郑局长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吼，我们算是给家长一些。机会教育啦吼，无定着家长吼，对这方面吼有一点困扰吼。我的囡仔若是染毒，或者是讲我的囡仔无染毒，但是伊的朋友内底有人有吸毒，哇，怎么办啊？伊唔知会去甲这个朋友吼，安尼看做一回吼，到尾伊嘛变成吼，吸毒染毒的这种情形吼。那么伫这方面吼，当然啦，咱教育局局长呢，伊是专家啦吼，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那么咱今嘛呢，先邀请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拍一个招呼。局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
讲到吼，这个吸毒啦吼，当然啦，咱拢无希望讲咱的生活周遭内底有任何一个人是吸毒的吼，因为呢，咱家己无吸毒吼，但是呢，咱的周遭若有人有吸毒，咱嘛会惊讲，咱是毋是吼有啥物机会吼，去染毒吼，无意中啦。那么虽然讲咱真认真无毋对吼，但是吼，这有一个数据呢，伊讲吼，这个内政部内底统计，伊讲2019年就是去年嘛吼，咱18岁以下吼，讲儿童染毒竟然有900例啊！我这个数字也是蛮多的啦哈。还有啊，最近冷当，哈，一共这染毒的这个年龄层越来越下降，近年共到6岁，一共6岁到11岁哈，这个趋势好像有增加哈。那么想想进入的叫领巾啊，这个数字好像不是很理想哈。啊，伫咱这部分哈，是不是哈？局长你来讲你的看法啦哈？啊，伫咱台南市咱想哪做？是，我想大家拢在烦恼讲囡仔食都要安嘛，这个部分台湾来讲，相对西方的国家，其实台湾在吸食毒品这个部分的人口相较之下是比较低，但是其实在低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不要，希望能够它更低。那台南市的确在这个部分历任的市长都非常重视，那黄市长当然也非常的关心。不过我们确实因为大家跨局处还有公司协力，其实咱囡仔食毒的这个人数比例，其实是都是很低，相较低，它也在下降。像105年的时阵大概有12个是列为咱叫做春晖个案。因为如果吸食的话，我们就列为要辅导对象，我们叫做春晖的个案，有12个。那从106之后到现在，我们大概1年大概会有3个左右。那所以我们这个人数来讲算是个位数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控制还有在宣导在防治这个部分，其实是相对来讲是有它的成效。虽然说我讲的数字是全国啦，是全国台南是比较低的那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数的增加，甚至年龄层往下降？对，其实我们从教育的观点来看小孩子基本上他不会莫名其妙去吸毒，一定是外在的环境造成。那其中，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清楚知道，家庭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我们现在大概是经济的发展，那大家也知道，现在我们的孩子来讲，那父母可能忙于这个工作，所以有的是可能离婚率也提高，所以单亲有可能那比较没有时间去照顾。比如说弱势家庭，对弱势家庭，然后隔代教养，那这一些有可能就疏于对小孩子的教育的一个管教那个小孩子你没有去关照他，没有去支持他，或者拍拍照他的结交的朋友，有可能叫做损友就可能会他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那这一种情况呢，就使得这一个有可能会是下降。那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主要环境的因素。那另外来讲，就外在的诱惑非常的多。其实我们同仁呢，就做了一些整理，你可以看看我们现在毒品的多样性真的是大家非常的就是压抑对，以前我们讲说K他命这毒品都是粉末了。你看现在，我刚刚看到吓一跳你看也有我们孩子最喜欢的王子面。我昨天有吃这个啦。对不起这是毒的点心面这个连气球吹气球他把毒品藏在其中。但是我昨天去这个是便利超商买的，那个比较没有问题。那个不是啦，那个是人家送给你。那个一般正常的还是有气球是干净的，但是你看它毒品会藏在我们小孩子他日常的一个生活用品，所以你不会去察觉它。当然一定是有心人嘛。所以你看气球啦，另外这个凤梨酥啦，天哪！然后那个什么这个果冻啦，那个跳跳糖啦，巧克力啦，糖果啦，咖啡包啦。神仙水，那要贩毒的这些人呢，他也在躲气查气所以他就转化不同的形式。所以这个小朋友或是学生，他如果结交损友，他就拿给你吃，你就无意当中就接触到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毒品的多样化，的确让我们也非常的困扰。不好意思插个嘴，这些东西当然像糖啊啦、咖啡啦、巧克力这个我都看过是什么叫神仙水什么叫那个乖乖水其实这个基本上它就是用这个来包装它把毒品这个藏在其中有时候你看不出来，你以为它不是毒品它就躲避查缉可是事实上它就携带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毒品的转化。所以
如果有心想要吸毒人，他用这个话，你根本不容易抓到。对。你说你把这个东西拿来校园里面，老师看的他也不知道这是毒品。对啊，老师也不知道那个是毒品啊。对，有时候所以现在它变成是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毒品呢，那么可能会有意无意的就会隐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个部分的查缉相对来讲会比较困难。不过我们就要请家长要知道，有可能这个会是一种毒品的样态。但是我怎么知道他这个是不是里面有毒品？那如果惯于吸食毒品的话，这些孩子他有一些症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可以去了解，甚至我们在学校万一他真的我们有怀疑他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话，那我们就会去做尿液的筛检。家长如果在家里面你也有看到自己的孩子，那可能有一些症候，他吸食毒品的人通常有一些症候，比如说嗜睡啦，可能身上会有一些味道啦，那这些如果你有怀疑，你可以寻求我们学校协助，我们可以帮助你去初筛，那如果真的，我们一起来帮忙他。所以我想量增加，年龄往下降，我想环境是蛮重要一个因素的。刚刚局长有提到嘛，就是讲家长啊，像我这两天有看这个新闻有一个妈妈很年轻啊，她要出去跑趴可能就是讲伊要出去佚佗啦然后小朋友当然也要跟着去啊，那个小孩子很小，好像应该是婴儿而已啊，竟然那个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是谁给那个小孩子毒品结果那个囡仔可能有一些吸毒之后有一些症状妈妈总要赶紧带去那个病院结果病院给病骗骗讲囡仔有啉酒结果那个验就发现说这个小孩子没有酒精的成分，但是他验出他有毒品的反应。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很多咱局长讲的嘛，家庭这个很重要对。有时候我们的小朋友，咱底下学校来，对小孩子是正常的、健康的，可是他的爸爸妈妈有吸毒，那我们学校这边怎么辅导？要怎么帮这些小孩子不要因为父母的关系？对，这个我觉得这个蛮重要所以这边我刚刚谈到说，环境可能如果塑造那个孩子容易是。吸食接触，然后接着就会去吸食它，或是被影响。有时候它不是主动的，它是被动的。对。那这个来源呢，有可能是父母亲，也有可能是他结交的损友，就结交不好的朋友，然后他提供给他，诱惑他。那这个我们如何去阻断？那当然这个部分呢，其实成年人他吸食毒品这个部分，警察机关还有检调，他们基本上都会去掌握这些个案。但是这些个案的家庭的小孩子，我们教育局其实会结合这一些单位，然后可能去必要做一些亲子的教育。如果我们能够告诉他，其实你不慎那个去接触了毒品，那危害在你，那你不应该把这个是在就是影响到你的下一代。其实有的这一些成人父母，其实他不是真的愿意，他不知道。无形当中，它会影响到孩子，所以你刚刚谈到的，他抱着小孩子就到那个声色场所，这个有毒的场所，其实他有可能就会被接触到，那对他的孩子是不利的。如果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是不应该让这个婴幼儿或是小孩子去到带到那种场合去，那对他的影响不只影响你这一代，还影响你的下一代，这是不应该也是不道德。那当然，透过这样的教育方式，或许也可以达到一些影响了那当然这个部分，对于我们学校家庭教育来讲，当然我们有一些家庭教育中心，他也把这种反毒啦，那透过家长，我们有一些反毒的志工，那他们接受训练之后，他们也是帮忙做一些宣导那至少同侪对同侪产生的影响，看会不会是大一点那至于你说损友那一些，就是我们要去阻断它，那一定是想办法让学校成为每一个孩子可以学习成功的一个场域。对，其实我们教育这么多年了，我就是发现孩子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孩子呢，如果你去接纳他，好人接纳他，他就会变好。对，你把他往外推，坏人去接纳他，他就会变坏。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请我们学校的教育人员，就是你一定要让孩子来到学校，他觉得对他来讲，他是有吸引力的。
对一个小孩子的有吸引力很简单，你给他称赞，对，哦，他在那个地方是有表现的舞台，他有成就感，对他学习是可以成功的。你不要弄得很深，那你可能适性，哦，那你可能给他一些多样化的学习活动。教育是一个良心的工作啦，很重要。不是讲朝九晚五哈，而是朝八晚几啊哈。是讲不是只有说我今天来几个小时，我就是做这个几个小时的工作，我们还要用心呐哈去观察这个囡呐一些异常行为，而且讲他这个小孩子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去鼓励他能够发挥的地方哦，这个囡呐有成就感。那么这个囡呐有成就感的时阵，他就不会往坏的地方去走，哦，他就会走正道嘛哈。啊，如果局长也谈到嘛，咱古早先在讲的，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囡仔去交了歹朋友，当然他要吸毒啦或染毒的机会就很高。那如果说我们不要让他有这个机会的，是讲好于伊学业上的任何一个科目哈，包括讲卖讲是正常的这个学业啦哈，有时候就是说他的才艺哈，讲哈运动方面，伊拢伫这个方面去发挥。伊也要打篮球，让他去发挥打篮球的一些专长啊。是讲伊要打棒球，让他去打棒球的专长。哦，他这些都不喜欢，只喜欢捏面粉呐，哈，玩面粉啊，让他去做面包嘛，哈，不然后摆五宝村那个造出来啊，哈。那我们就是让他尽量的有成就感。做面包也可以读英文啊。对啊，所以呢，就是说，嘛是爱课老师啊，老师有心呐，哈，就是讲，他真的是关心小孩子啊，观察这个小孩子，让他好。尽量把他的就是特长拢发挥在这个，把伊的精力嘛，拢发挥在这个所在，卖把伊的精力放在这个所在，那他就远离这些东西。所以现在新课纲在谈的就是情境化的一个教育。那我们常常说素养导向，很多人都弄不清楚。其实它非常简单，就是知识的学习不是像我们以前一样就一大堆贝多芬，对，都在背都在抄。其实它是有应用性的，有应用性，就是说老师在教的时候，你要把那个原理原则融到生活的情境里面去。因为我们的学习是要应付以后出了社会，对，去应付这个社会，让自己有求生的。然后他学到了知识之后，他能够加以应用，所以现在的教学是比较活了。所以等一下我们下面的一集就是要讲这个108课纲，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讲重点咱哈都啊局长嘛讲啊，我们台南其实都在个位数所以我们的成绩是比较。在全台湾呐我们的这个反毒的效果是我们的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么跟我们分享一下。所以我刚刚有提到了，当然我们其实有一些做法都已经先建成一个制度。所以在这个反毒的部分呢，我们其实教育局那会结合警察局，甚至还有社会局，还有一些民间的一些反毒的团体，甚至艺文团体，基本上我们都一起结合，还有司法单位、甚至检调，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跨这个单位的一种整合合作来讲，我们当然有发挥我们的这个效果。那第一线的学校来讲，我们在预防上呢，我们称它叫3级预防。那第1级来讲，我们就叫宣导。所以宣导来讲，就要让孩子知道吸毒是不好的，它会造成的危害。那我们常常讲说用讲的没有用，就换个影片让他们看。你看吸毒从非常健康的人吸完毒之后变成怎么样的人？基本上那个孩子一看到这么可怕，他就会有印象。对，那这种宣导当然我们是请老师也可以请家长，他有不同的对象的一个宣导，然后再来毒品多样化的认识，这个很重要这个不然这孩子呢，他并不知道，然后我就拿给你这个给你吃你吃的时候觉得怪怪的，你还不知道，你还以为怎么现在果冻这个味道如果你知道他有可能会是毒品，就会提高警觉，对，他就提高警觉，对，甚至最重要的是。陌生人给你的绝对不能吃。对，这些基本的有可能常常就疏于防范而误入这样的一个这毒品的吸食。那这个我们要教育孩子去辨识然后家长我们也教他去做辨识。所以宣导这算是第1级的预防。我们的方式非常多元有一般课堂上的，另外我们有一些有一些绘本，因为我们的学生，我们的那个老师很厉害我们都。反毒的绘本那图文并茂，教你第1招防范，第2招防范这个小孩子
你刚刚讲6到11岁啊，他们要看看漫画哦啊，或许啊就有一些印象哦。那另外我们还会制作一些桌游哦，这个现在是最夯的，印象深刻啊。对哦，一些桌游的那个玩具啊，那透过孩子他喜欢玩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把那个反毒的概念融在其中哦，那就。潜移默化哦，像这一种的教育方式、宣导的方式，另外还有一些表演的，像纸风车，他每年都会这个来展演，啊，里面的剧情就是一个反毒的剧情，啊，孩子也喜欢看剧，然后同时也能够吸收一些毒品对身体危害这样的影响效果，所以我们是多元的一个教育宣导。那除了这个之外，另外叫做第二级预防，因为第二级预防来讲，就是针对一些特定的对象，我们要进行尿液的筛检。那一些特定对象呢，通常呢，比如说他如果曾经有吸食啊，虽然已经辅导成功，那这些有可能会再犯的，我们就列为叫特定对象。那有一些是中辍，辍学辍学有可能出去就会跟一些比较就损友可能相处啊，说不定会比较有可能会有接触毒品的可能。那所以这些我们也可以列为是特定对象。那另外可能有一些学校的担心跟怀疑，比如说我刚刚有一些增厚，其实我们有一些检核单那些检核单可以用来判断。其实我就觉得父母是不是也可以来做判断，比如说那个你孩子的作息改变啊，每天都会昏睡日夜会颠倒，这个比较有可能会是有染上某种那个毒瘾，然后身上常有特殊的味道，观察啦，对你闻起来怪怪的，然后经常旷课啦、逃学啦、出入不当的场所啦，没有感冒，但是常常流鼻水啦，或是吸鼻水，因为他们在吸食毒品会有这个动作啊，他会习惯了，也许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判断。然后房间有一些不莫名的粉末那用钱的习惯改变交友了也很怪，或者是说白天都睡觉晚上才出去，基本上这一些增厚，其实我们都可以来做判断。一个家长如果是他真的有关心小孩子通常家长都很关心小孩子其实你有一点点小块的症状父母就会可以感受得到。如果这样怎么办？你多少可以关心一下，然后问一下。如果你不确定他可能会否定，你就可以联系我们学校。只要你联系我们学校，我们学校就有一些试剂，我们每一年大概买了1200多剂。那这些就会去对特定的对象，去要求他去做验尿。那当然。有的父母说我给你验到我囡仔是不是会被标签？可是如果你不让我们知道，那他不是更糟糕？所以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就会把它列为第3级，叫做春晖个案，就进行辅导。我们会有专人去辅导他定期的跟他做晤谈，然后来影响他的观念然后改变他的习惯给他心理的支持跟增强。如果这样的话，他就会导向正途所以这个其实还是要面对，我觉得是最实际的。所以刚刚局长讲到这个重点的，就讲我认为啦有时候家长他的小孩子吸毒了，他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没面子的事情，也隐藏或是不敢。他会怕孩子这样去用乖呗，会去用发呗，对。所以就帮他包。那我们要怎么样辅导家长？所以我刚刚说这是一个观念。如果你的孩子真的这样做了，你又教不会他，你又说不动他，你又影响不了他，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寻求他，只要是在受学的阶段，我们学校就有专人，我们有辅导的专业人，有心理师，我们可以陪伴他。然后给他一些观念，给他一些自我克制的技巧，或者是说，你定期给我回报你的生活作息的状况。其实旁边多了一些社会支持，不只是学校，家长也可以当做社会支持。其实他就比较会走回正道，的机会会增加了。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父母亲爱子这个心切但是过度溺爱。其实反而是会害了他。那父母亲来讲，我们其实一样的感受。孩子为什么会误入歧途？家庭失功能。对。所以另外一面来讲，预防性的是父母要经常成为你孩子的好朋友。对。其实我发现，我后来也是当父母亲，当你呢爱之深责之切的时候，孩子很容易离开。所以与其这样，你稍微
成为他的好朋友的时候，你会倾听，然后对他的要求期待，不要太高啦，对，适度就好，所以给他支持，其实孩子他就会亲近你，你接纳他，他就会亲近你，你把他往外推，他就会离开你，所以其实这样的机制当然，这个你说要怎么教，其实就是一个观念。所以家长当父母也是要学习的啦。要学。因为我们做面包，当一个面包师傅嘛，要几年的养成啊。我们这几个医生也要读了7年的那个医学院嘛，哈。这老师嘛，爱去读师范学校嘛，但是只有家长最简单。你只要怀孕生了小孩，你就是爸爸，你就是妈妈。但是有些人因为他以前不知道怎么样当爸爸妈妈，然后呢，他没有学习没有学习，小孩子生下来了，我怎么办？手足无措嘛。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如果父母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当父母，没关系，我们台南市有全国最强的家庭教育中心，你只要网络小可 Google 一下家庭教育中心。我们就有专线，你就把你的诉求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就是市长讲的，就是为民服务啊。对。所以你有需求，我们就会有服务。那我们就开办非常多的一些课程，其中其实怀孕的还没有当妈妈，她可能是准妈妈。对。我们就会有怀孕妇女的亲子教育的一些课程。对。如果你刚生出来有小孩子了，你如何来教你的小 baby？ 我们也有这方面的课程，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来教你的这些孩子。如果你的孩子已经上了幼儿园、国小，你可能在他课业辅导，在他的生活教育辅导有需求，一个阶段，我们都有一系列相关的指导。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做班级性的研习，你需要个别没关系，我们有专线个别的1对1。所以咱其实政府有做这资源，只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运用。我们今天靠这个机会，咱的民众知影，咱的家长知影讲，其实我们教育局这边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协助你来当父母，然后不管是讲囡仔我们才说那个才3个而已嘛所以这无这么严重啊，不是基本的，我意思是讲我们吸毒的那个数字那么少所以说实在的这个也不是一定要严重到说吸毒然后他去求救嘛你比方喜爱水准，从出生就开始，你好好的想一个阶段我们透过教育局这个资源来给你协助，相信虽然你以前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那但是这个一步一步来的时候，你还是一样可以把爸爸妈妈这个角色扮演好把囡仔教育好，因为咱今嘛把囡仔教育好当然啦，囡仔以后有成就，那是更加管用啦但是以后不是讲一定要都有成就，他不要危害社会，不要在这个社会变成一个这个害虫那么这嘛是我在想这家长伊上忙的啦那么我们今天最后请局长谈一谈 ending。不过我想这个整个反毒，当然我们会持续去努力那希望在通力合作之下，我们怎么样提供一个友善而且健康的环境，这是很重要。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呢，我们学校当然要扮演一个引导者的一个角色。那学校里边持续已经有1级、2级、3级的预防的作为。那希望这个我们是很低的这个个案数还能够降到所谓0这个吸毒的一个学生数的目标来做努力。但是过程当中，其实家庭真的扮演蛮重要的角色，所以在这里，当然我们所有市民应该都会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我们常常讲上说，那个母爱是天性但只是说你在过程中你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去对待自己的孩子怎么给他支持。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观念就是你去关心他，你当然会给他嘘寒问暖，你倾听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就让他讲。不要他还没有讲，你就开始说你怎么这个也错那个也错，他就不讲了。所以有时候要多一点的包容。那如果是这样，我相信孩子一定可以在一个温暖支持的环境成长。那跟学校在一起搭配，我们孩子一定会走向正途，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今天我们感谢咱教育局长来跟咱分享这么多有关的这个教育不是只有校园反毒就是跟家庭教育跟我们的教育有关系的一款议题啦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婉婉带您向前行，我们下次见。